Hello， 大家好，又係我嗱嗱臨啊！我係一位白宮嘅爆料秘書仔。嗱，今日我一邊玩住手機，一邊行入 office， 點知道老細特離譜，無啦啦搶咗我部手機，仲好大力咁砸喺張辦公台上邊啊！我部手機個殼啊爛咗啦！你做乜鬼啊？特離譜即刻話冇事冇事，我幫你睇下部手機有冇砸爛啊！佢即刻好鬼鼠咁將我部手機翻嚟覆去查家宅咁睇。喂，老細，你好似喺度調查緊我嘅私隱噃？哼！特離譜藐下隻嘴仔，話係又點啊？因為法國人為咗抵制美爹貨，竟然整咗一個叫做自己去除董王 (Detrumpify yourself) 嘅手機 app。當大家去到商店購物，只要用手機 scan 一下貨物嘅牌子，就會即刻講俾你聽係咪美爹嘅品牌。如果唔係嘅話 ，app 就會顯示一個綠色個 tick， 叫你放心購買非美爹嘅貨。特離譜話，如果佢發現邊個下載呢個反美爹貨嘅 app， 就即刻炒。吓！我心諗，世間竟然有一個為民除美嘅手機 app。哎呀！但如果部手機本身就係美國蘋果機，咁仲用唔用呢個 app 好啊？嗱，呢個同董王狂粉抵制中國貨一樣。本身蘋果機就係中國製造嘅，全球化根本就係剪不斷，你仲嚟搗亂啊？歐洲要同美爹詐型，美爹要同中國分手，嘿，睇死你最後咪都係主動要求復合。嗱，而家抵制美爹貨最強烈嘅5大國係加拿大、墨西哥、法國、丹麥同埋挪威。重災區貨品係可口可樂、麥當勞同埋特斯拉。嗱，加拿大反關稅，反對成為美爹第51個州；墨西哥亦反關稅，反歧視，當佢哋都係罪犯。咁至於法國，自認代表歐洲，反對你欺負歐盟；丹麥就反對你要霸佔佢哋嘅格陵蘭島；而挪威竟然係反美爹，對雜亂司機唔友善啊！喺白宮鬧佢，啲挪威人激到心絞痛啊！嗱，董王話雖然冇發現我下載過為民除董嘅 app， 但係又發現咗我竟然下載咗一個 Marine Traffic 海洋交通嘅 app， 可以即時觀看全球船隻嘅動態。做乜鬼啊？問我係咪想去劫貨船搶中國製造嘅貨啊？董王越講越激動，佢話就算全球90%嘅 bra、婚紗、單車、嬰兒車、保溫杯、太陽傘、煙花、麵包機、菜刀、微波爐等等，或者全部嘢都係 made in China 都好，就算大家變返野人，冇衫着冇 bra 着，佢都唔會先打電話噶。問我點解仲要關心全球船隻嘅動態啊？吓，老細，我係喺度數緊也門胡塞佬剩返幾多隻舢板啫嘛，你唔好咁敏感啦。而家美國人連胡塞佬着得起嘅拖鞋都冇得買啦，你高興啦？嗱，網上有各種中美嘅各自崩潰論，但我成日都喺度諗 GDP 排第3同埋第4嘅日本同埋德國，佢哋只係中國 GDP 嘅1/5，美國嘅 GDP 1/6至到1/7，所有排第3以後嘅國家同中美嘅實力都差好遠。咁其實中美點樣崩都好，喺未來嘅日子亦都只會爭1同埋2，中美係唔會跌落第3噶。客觀嚟睇，中美市場都有自己獨特嘅韌性。嗱，究竟美國嘅碼頭而家係咪都空空如也呢？美國嘅商店係咪都冇晒貨呢？我哋呢個頻道一向係睇數據同埋真實嘅社會環境。關稅戰係從2025年4月2號拉開序幕嘅，但我哋睇返特離譜
喺2024年11月6號獲選之後嘅物流數據。喺2024年11月至到12月份嘅美國進口量，比2023年同期上升咗26至到27萬個貨櫃箱。喺2025年1月至到2月份嘅美國進口量，比2024年同期上升咗10至到21萬個貨櫃箱。再睇下2025年3月份嘅美國進口量，係比舊年2024年同期明顯高咗23.5萬個貨櫃箱，亦比同年2月多咗14萬個貨櫃箱。呢啲數字都喺度顯示緊，美國嘅商家喺特離譜獲選之後，都預先增加入口咗好多貨嚟應付一觸即發嘅關稅戰。所以自4月2號開戰以嚟，美國嘅市面到而家都仲普遍有嘢賣嘅，但係仲可以撐幾耐，冇人知道。因為喺事實上，中美又冇完全停止貨運喎，就好似吊住你條命，死又死唔去咁咯。全美最大嘅零售商 Walmart 同埋 Target 硬食關稅，要求中方恢復出貨。中國嘅電子產品亦免咗關稅，仲有一啲唔可以揾到替代品嘅商品，亦照樣出貨。例如有全美最大重工業公司 Caterpillar 喺今年第二季度就要硬食多2.5億至到3.5億美元嘅關稅。大家熟悉嘅 3M 工業用品製造公司要硬食8.5億美元嘅關稅。仲有日用加埋醫療用品嘅強生公司就要硬食4億美元嘅關稅。所以一啲媒體話中美之間嘅貨船停運係唔正確嘅，雖然係少咗好多，但雙方絕唔係停運，係因為有商家同埋顧客幫關稅埋單啊嘛。咁當然美國有啲貨船係將空咗嘅貨櫃箱運返去中國嘅，大家可以上 marinetraffic.com 實時觀看全球嘅船隻動向。全美最大嘅碼頭係加州洛杉磯碼頭，根據佢哋嘅 CEO 評估，5月份會比平時下跌咗35% 嘅運輸量。再根據全球最悠久嘅報章，創刊於1696年嘅 Lloyd's List 勞埃德船舶日報報道，話5至6月份從中國到美國嘅貨船預約跌咗40%，而全球到美國嘅貨船綜合預約係跌咗20%。而家好多碼頭工人仲有大貨車司機都面臨或者已經被裁員嘅命運。呢種自斷物流鏈嘅行為同自斷子孫根有乜分別啊？我幫大家整理一下，究竟美國關稅係點樣計算嘅？美國係以貨物喺邊度製造嚟計算關稅，例如喺中國製造就計中國嘅，無關從邊度開出貨船。就算中國貨到達咗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再想轉嚟美國，都要係計中國嘅關稅，因為係中國製造咯。所以點解中國商人要喺墨西哥設廠，就係因為要繞過呢個規定。咁至於稅率，係計貨物到達咗美國清咗關之後，從邊一日被提走計算嘅。商家如果急住要將啲中國貨即刻上貨架嘅話，咁你而家提走啲貨物硬食145% 嘅關稅咯。咁至於一啲唔係太急嘅貨物，可以擺得耐啲嘅，美國商家就有一招合情合法嘅避稅絕招，就係將啲貨物先擺入個保稅倉庫。美國碼頭允許客人將貨櫃箱免費留喺碼頭7日，關稅係從貨櫃箱入邊提走貨物嘅嗰一日開始俾錢。7日免費期過咗之後，如果你仲唔想提貨俾關稅嘅話，客人可以將啲貨物從碼頭運送到一種倉庫，叫做 bonded warehouse 保稅倉庫，喺嗰度繼續存貨。喺發達嘅國家都有呢種保稅倉庫嘅。根據美國法律，可以最多儲存5年，你俾錢就得啦。而徵稅係你從保稅貨倉提走貨物嘅嗰一日嘅稅率係幾多，你就俾幾多。
商家可以賭一鋪145% 嘅關稅會下調。而家南加州有大大小小3.5萬個貨倉，包括同時做埋保稅倉庫嘅。而家係一倉難求啊，證明好多貨嚟咗，但係就唔出貨住。商家一係慢慢提貨，市面缺幾多你出幾多咯，吊住大家條命；二就係按兵不動，都喺度等緊關稅跌嘅嗰一日先將貨物提出嚟。咁既然可以擺5年，等到特離譜離任嘅嗰一日不是夢喎。哇，嗰啲貨千祈唔好係食物啊吓！喂，但萬一比5年嘅倉庫錢貴過而家硬食145% 呢？唉，而家啲商家都暈啊，見步行步呢？嗱，同一道理，而家有好多貨都留咗喺美加邊境同埋美墨邊境，大家都喺度等緊關稅戰嘅轉機，一降低咗就即刻從倉庫嗰度拖過嚟，所以無論美國嘅商家同埋各國嘅領導人都喺度等緊運到啊！嗱，特離譜一邊還返個爛手機俾我，一邊問我新任嘅羅馬天主教教宗同佢比較，邊個更加似教宗啊？吓，你哋兩個都係美國人，你問我做乜啊？哼！特離譜一聽到就嘟嘴啊，話佢之前用 AI 將自己 P 成教宗，有人認為佢好幽默，有人認為佢冒犯，總之又成為咗全球焦點咯。哦，你梗係受歡迎啦，老細。但如果你真係做咗教宗，你就唔可以用聖經噶啦，因為全球80%嘅聖經都係喺中國印刷噶。哈利路亞！吓，特離譜又嘟起隻嘴仔，哇，咁佢就有少少麻煩啦。佢喺4月30號已經提前預告，細路喺聖誕節只會剩返2隻公仔玩，5支鉛筆，唔好再咁冇出息掛住中國製造嘅玩具啊！但而家連大人都冇聖經買，雖然表面話美得政教分離、三權分立啫，但係特離譜嘅粉絲係因為宗教原因先選佢噶嘛。而家佢要點樣安撫啲粉絲冇新嘅聖經買呢？哦，老細，你啲狂粉好容易安撫嘅啫。第一，叫啲粉絲唔好再買新嘅聖經啦，舊嘅聖經驅鬼勁好多噶，專治一啲裝神弄鬼嘅人。第二，你身為宇宙之神，自己可以寫過另外一本經書叫神經噶嘛，專門記錄一啲神經失常嘅政治策略，再傳播喺自己嘅豪宅印刷咪得咯。你攬住呢本神經瞓覺，可能等到中方嘅電話呢？特離譜覺得出一本神經係好主意喎，可以喺生日當日閱兵嘅時候當係活動留念派發俾大家嘛。嗱，1年前美國陸軍已經準備250週年慶，但原計劃係冇閱兵噶，美國都唔興嘅。但有人算不如天算，美國陸軍係喺1775年6月14號成立，竟然同特離譜同一日生日。特離譜又選上咗第2任，佢點樣都要加閱兵入去噶啦，向佢賀壽啊！吓，老細，你要閱兵？美國對上一次閱兵係1991年，34年前喎。當時候老布殊為咗慶祝自己發動嘅波斯灣戰爭結束，仲用咗1200萬美元啊。2025年嘅價格係9200萬美元，到時候會出動6600名士兵、150架車輛、50架飛機，仲有黃金騎士隊玩跳傘表演。但係5隻角大樓警告，坦克係會壓爛普通嘅街道㗎，會伴隨數百萬嘅修路費。你以為係印度揸嗰啲輕飄飄嘅摩托車喺上邊玩雜技啊？喂，萬一壓出一個洞呢？喺日本有個男人跌咗入個洞嗰度，過咗3個月都救唔出嚟，仲死埋添啊！哎呀，
美國修路仲比日本慢㗎，全民都知道㗎。哼，特尼普話乜嘢表演經費啊，啲路爛咗嘅維修費啊，有全民納稅幫補㗎嘛。啊，仲有啲關稅幫補啊，唔通使用到佢啲錢啊？唔通要用大公司捐俾佢啲錢啊？死蠢！哦，OK，你就當我蠢啦。咁閱兵當日一定要保安嚴密㗎嘛？我使唔使同國家安全顧問華爾茲溝通一下啲細節啊？例如到時候我蒸咗個壽包俾你，應該放喺邊度好啊？哼！特尼普叫我問國務卿盧比奧啦，因為佢已經炒咗嗰個國家安全顧問華爾茲啦。吓？炒咗？你之前唔係話要保佢嘅咩？嗱，喺1個半月前，白宮爆出咗短訊門，國家安全顧問華爾茲拉錯咗記者入去國家內閣電話群組，令到攻打也門胡塞佬嘅計劃公諸於世。咁當時候我就爆料俾各位網友，話身為副國家安全顧問華裔嘅黃之漢一定會被祭旗㗎。果然喺5月1號，華爾茲同埋黃之漢雙雙證實離職。原本以為佢哋化蝶歸去，相宿相棲，點知道白人華爾茲被調去聯合國繼續出糧，由盧比奧身兼佢嘅位置。唔知道華爾茲喺聯合國會唔會直接拉錯咗也門同埋伊朗嘅大使入去電話群組呢？但係佢手下愛將黃之漢究竟被調咗去邊度？喺網上就查唔到啦。特尼普會唔會調咗佢去？點算從中國寄嚟嘅小額包裹重任啊？嗱，黃之漢離開要職，最傷心嘅竟然係彎彎，話支台派又少咗一個人啊！佢同佢老婆都係廣東人，支乜鬼台啊？又唔係廣東台山。如果佢係支台派嘅話，點解唔喺離職之前通知賴清華？美爹要複製當年玩殘日本嘅招數嚟玩殘彎彎呢？彎彎嘅幣值喺過去1個禮拜唔尋常咁上升咗9% 歷史高位，雖然後尾回落返3%，但係特尼普回應根本當初唔應該俾彎彎嘅芯片業務起來啊！就如喺1985年美英法德同日本簽咗廣場協議，要日元升值，咁大家咪唔買日本貨咯。日本芯片大國一去不返，日本從當年嘅老二位置跌到上個禮拜加州州長話日本變咗第5，加州變第4啊！而家就算連南韓嘅 AI 科技亦超越咗日本。好啦，特尼普話世界只有懂王派，冇其他派㗎，懂得執行佢俾嘅任務先唔會被炒。佢要我喺5月9號去莫斯科偷睇人哋嘅抗戰勝利日80週年閱兵，俄羅斯嘅士兵可以踢到幾高，美爹大兵就要超越佢哋。特尼普仲話喺2戰期間冇任何國家比美爹做得更加多啊！根據 worldpopulationreview.com 最保守嘅估計，喺2戰期間中國人民係犧牲得最多，超過咗2000萬人口。其中軍人嘅傷亡方面，就俄羅斯軍人犧牲得最多，達到680萬人；中國軍人犧牲咗380萬人；烏克蘭軍人犧牲咗160萬人；白俄羅斯軍人犧牲咗62萬人；美國軍人犧牲咗41萬人；英國軍人犧牲咗38萬人；法國軍人犧牲咗21萬人。仲有全球捍衛正義千萬勇敢嘅人，成個蘇聯係犧牲咗近1000萬嘅軍人㗎。我哋要向呢啲英雄致敬。特尼普又點可以連呢啲嘢都作比較呢？佢自己身為富二代，喺越戰期間仲逃兵役啊！佢身體係冇膽匪類，口腔就係口沒遮攔啊！美國帶領盟軍嘅 D-Day 係2戰經典嘅一幕。
而蘇聯紅軍喺1945年5月2號衝入德國柏林國會大廈樓頂插旗，亦係真正結束歐洲二戰嘅事實。各國嘅盟軍都好勇敢，大家分工合作，咁樣講唔得嘅咩？我嗱嗱臨舊年亦遊覽咗德國國會大廈，大家只要喺網上預約時間就 OK 㗎喇，係免費進入嘅。我見到室內多處嘅牆壁仲保留咗好多俄語，係當時候蘇聯紅軍衝入嚟嘅時候留低嘅勝利語句。遊客亦可以上到屋頂。咁我老豆一上到去就揞出個手機，將插旗嘅相 show 俾個保安睇，詢問當年插旗嘅位置喺邊度啊？保安即刻指俾我哋睇，就喺嗰度。呢啲都係鐵一般歷史嘅證據，大家隨時隨地都可以飛去柏林睇下㗎。歷史唔會俾特離譜任意扭曲㗎。OK， 我為咗出糧，仲係要執行老細派俾我嘅任務㗎。於是我嚟到咗紅場睇閱兵，幫老細寫報告。哇！呢度有好多中俄靚仔喎，仲有好多老兵盛裝出席，萬眾一心向法西斯 say no。我攞住個望遠鏡睇下主席台，發現咗兩個大人物並排而坐，就係習近平同埋普京。佢哋亦係世界上唯一可以治到董王嘅兩個男人。南美洲之王巴西嘅盧拉都嚟埋喎。仲有董王最想生擒嘅委內瑞拉嘅馬杜羅。董王夠唔夠膽問普京攞人啊？莫迪呢？印度唔係俄羅斯最心意相通嘅好朋友咩？唔通美爹唔俾莫迪嚟？定係莫迪顧住去執法國戰機嘅殘骸啊？莫迪唔嚟睇閱兵都好嘅。萬一見到人哋嘅戰機絲毫無損咁飛嚟飛去，會激到佢嘅嘴唇脹多幾寸㗎。最近印巴衝突升級，發生咗近代史上最激烈嘅空戰，但佢哋不和嘅始作俑者又係嗰個英國啊。當大殖民者英國喺二戰之後不再強大，殖民地紛紛鬧獨立。咁英國又發揮咗臨別秋波嘅搞屎棍特色，喺1947年，英國將多印度教徒嘅地區劃為印度，而多穆斯林嘅地區劃為巴基斯坦。英國分化人哋之餘，仲遺留咗佢哋嘅中間地克什米爾，任由印巴爭奪78年。而家克什米爾係由中印巴三方控制嘅。喺啱啱4月22號，喺克什米爾嘅旅遊區，有一個叫做克什米爾抵抗陣線嘅客人組織，無辜咁殺害咗28位平民，絕大部分都係印度教徒。但仲未有一個正式嘅調查結果之前，印巴已經急不及待開打啦。印度將個水閘又關又開咁，好似細路仔玩水啊！雙方喺邊境互射，仲玩埋射導彈到平民區啊！之後未有咗5月6號印巴戰機空中生死鬥咯。中印就攞石頭互掟，印巴就攞戰機互射，但係中巴就係鐵桿兄弟，仲購買中國嘅戰機殲10 C。喺過去5年，巴基斯坦80%購買嘅武器都係嚟自中國嘅。好明顯喺呢段三國關係入邊，印度係被排擠嘅嗰一個，所以印度未買法國戰機咯。喺2015年預訂咗36架法國 Rafale 陣風戰鬥機，喺2019年收貨。喺啱啱嘅2025年4月份，印度海軍又落訂咗26架陣風戰鬥機，價錢74億美元，平均2.8億美元一架，仲貴過美爹嘅 F-35啊！印度係準備放喺航空母艦上面嘅。第二批戰機會喺2030年完成付運，所以今次被擊落嘅4架 Rafale 陣風戰鬥機係喺2019年收貨嘅嗰批次貨。有人話擊落咗係3架，
但係巴基斯坦官方話 4， 大佬，法國嘅馬克龍都收咗你錢啦，4、5、6都唔理啦。而另外被擊落嘅兩架係俄羅斯嘅米格29同埋蘇30，我喺網上揾唔到呢兩架飛機嘅真實年份批次。普京喺閱兵嘅時候都好似完全唔 care 咁，應該係啲舊嘢啦。嗱，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只要同一個機師擊落過5架戰機，就會叫做王牌機師或者 Flying Ace。今次中巴兩兄弟都係 Ace。嗱，網上有好多唔同嘅戰鬥信息，真真假假。例如俘虜咗一個印度嘅女機師係假新聞嚟㗎。咁我就結合咗中英比較可信嘅媒體，整理咗一啲細節出嚟。我又唔喺現場執殘骸，唔可能100% 正確㗎吓。嗱，根據報道，中國近年不斷 show 啲新型嘅戰機啊、武器啊，但從來都冇喺近代戰役上邊有過實戰嘅戰績。應該係講喺近代從來都冇直接對戰過西方嘅武器。西方對只係需要4000萬美元造價嘅中國殲10戰機，多少有懷疑嘅態度。咁平掂唔掂㗎？中國就顯示俾世界睇，性價比高嘅就係掂。嗱，印巴雙方總共出動過百戰機喺各自嘅領空同對方對峙，雙方距離大概係100公里，但係每場戰役都有先頭部隊做偵測地形㗎嘛。喺今次空戰中就有預警機首先出發去刺探印度戰機嘅位置，鎖定目標之後就通過咗共享數據鏈分享俾戰機殲10 C， 指示開雷達。殲10 C 自己嘅雷達會自動 double check 目標，確定之後即刻發射導彈，然後殲10 C 即刻離開關閉雷達，令到對方難以尋找自己，美美的隱身啊！殲10 C 攜帶嘅導彈係叫做霹靂 PL-15，係一種空對空嘅導彈。巴基斯坦喺2021年使咗15億美元買咗240枚，咁就可以有排射啦。佢有145公里嘅射程。哦，咁雙方距離係100公里啊嘛，啱啱好喺霹靂15嘅射程範圍。嗱，霹靂15有巨大嘅推進器，可以達到馬克5以上。簡單理解就係超音速。當導彈飛到中途嘅時候，會進入慣性模式，咁預警機又會發出共享數據鏈，傳送新嘅信息俾導彈。導彈自己會更新同埋更正路線，揾到架印度機嚟個飆飆。霹靂15嘅馬達係會推進2次，令到發射更加兇猛。就係咁，4架法國嘅 Rafale 就係咁 fail， 改錯名啊！嗱，以上所有嘅情節都係瞬間發生，證明咗中方嘅芯片啊、AI 啊運行得超高速，情報分析傳遞之後，武器一嘢就可以自動跟上，自我更正，執行任務。中方提供嘅共享數據鏈、電子掃描陣列雷達 AESA， 仲有一條龍嘅戰術，加埋高端科技嘅完美結合，發揮咗致勝嘅關鍵。教科書級演繹咗現代空戰，無論而家或者以後，都會成為全球軍事專家必定研究嘅 case。嗱，其實共享數據鏈同埋 AESA 雷達，各國都有研發嘅。我喺2024年3月頭嘅一個視頻就率先介紹過，灣灣俾咗美爹7500萬美元更新戰術數位資訊鏈路系統，就係共享數據鏈啦。但係美爹只係幫灣灣 upgrade 咗 Link 16，北約而家係使用緊 Link 22啊。美爹亦批准咗南韓發展自己嘅 Link 22。嗱，今次中方嘅共享數據鏈立咗大功，亦係現代空戰首次見識到共享數據鏈嘅威力。灣灣只係得個 Link 16，如何是好啊？錢都俾咗啦。嗱，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專用共享數據鏈嘅頻道同埋服務器，最有效防止信息洩露，
可以連接到任何裝有呢個系統嘅海陸空武器工具，例如航空母艦啊、戰機啊、潛艇啊、導彈啊，大家統一作戰，邊個嘅科技越勁，一條龍嘅作戰鏈就會越精準。嗱，莫迪平時好多嘢講㗎嘛，咁厚嘅嘴唇而家出唔到聲，最痛嘅係莫過於心死，隱隱作痛，忍辱負重。法國嘅馬克龍亦冇講任何嘢，而法國嘅第一大報《Le Monde》世界報嘅新聞稿係喺巴基斯坦嘅軍事行動顯示咗印度嘅弱雞空軍。哦，言下之意，高盧雞嘅戰機唔弱雞啦，只係印度空軍唔識揸飛機啫嘛。哎呀，莫迪真係陰公啊！使咗咁多錢，如今成為咗世界歷史性嘅笑話，仲俾法國話你弱啊！法國唔承認飛機，一早就被中方嘅共享數據鏈鎖定咗位置啦。好啦，我哋就唔好理馬克龍同埋莫迪係咪攬住一齊喊啦。今日嘅時間呢就講到呢度，下次再傾啊！